迎接中秋，各大饭店甲餐厅拢纷纷推出应景的月饼礼盒甲伴手礼。其中，咱市连锁餐饮企业今年第一波，除了主打创新的乌鱼子月饼口味，近一口气推出20几种的礼盒，希望满足消费者无同的送礼需求。有舞者申请商务甲土仔合作闹热活泼的开场，为了增加迎接中秋过节的气氛，嘛正式为中秋礼盒的宣传甲开始播。连锁餐饮业者表示，为了中秋应景，每一档因拢有推出创新的月饼口味甲相关伴手礼，所以多年来累积未少的消费者同时建立好的口碑。伫现场，总铺师嘛亲自示范传统月饼的做法，包括今年第一波主打的乌鱼子月饼。我们东东呢，今年主打的是府城乌鱼子月饼礼盒。那这里面呢，大家都知道说现代人比较养生，所以我们的月饼呢只做4颗月饼，4颗月饼中间呢会放一个我们主打的乌鱼子 XO 酱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拿到礼盒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有过中秋节的感觉，然后呢，又有一个很好吃的 XO 酱来搭配。尤其今年呢，它的礼盒做得非常的古典漂亮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利用这个中秋，特别给所有的朋友一个优惠，就是你都可以买到75折。尤其是我们主打的府城乌鱼子 XO 酱的礼盒呢，我们今年只打6折。这一款是因为董事长感觉说，它的价位有点高，那我们把它的折扣下一点，所以我们只有6折，其他的产品你都75折可以买到。而且今年一口气总共推出20几种的中秋礼盒，除了满足消费者送礼自用的选择，嘛凸显该企业的经营实力甲超人气。台视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秘密宽屏夏日狂欢超多优惠，每月888表120枚。享2年炫彩高画质套餐，再送1000元购物金，快打电话找 BB。